咁樣一份套餐，大家估下幾多錢？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Phil。上次喺永記鵝肉店食到嘅鵝肉，感覺咧受到咗爆擊啊！呢個刀工，呢個分解真係有啲不敢恭維，所以喺熱心群友狼吞虎咽分嘅推薦之下，我訂咗少少從潮汕翻山越嶺而嚟嘅鵝肉拼盤，將佢咧帶咗嚟熱心群友史提芬州嘅屋企啊！不過齋食鵝肉拼盤恐怕悶咗少少，所以我哋又準備咗少少食材，揀翻個自家製波波子。食材嘅話就求其整啲萵筍啊、貢菜乾、西蘭花口、莫淮山、藕片、薯仔片等等嘅素菜啦，再搞翻少少之前食剩嘅象拔蚌膽，再加少少單凍嘅聖子肉，再剝少少冇頭嘅虎蝦，估計都應該夠食噶啦。買咗蜀中桃子姐嘅底料包，藤椒同埋微辣用起身都幾方便噶，只需要按比例加入凍滾水，不斷攪拌，粉劑咧就可以充分溶解，啱啱對好咗，成間屋啊都充滿咗串串店嘅氣息，就係呢個味。由於我哋生活條件比較拮據，所以咧就冇買竹籤，冇做成串串噶，大家都係按照個人口味夾餸，後加湯底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決定浸翻碗，令食材好好咁入下味。呢段時間啦，就嚟試一試呢個翻山越嶺而嚟嘅鵝肉拼盤啦，全部都係抽真空包裝，可以用比較科學嘅加熱方法嘅，水肉加熱。今日都真係幾有讀書嗰陣嘅感覺噶，就好似上緊化學堂咁，又充分溶解啦，又水肉加熱。其實只要令鵝油融化，鵝肉恢復柔軟度就可以噶啦，並唔需要猛烈嘅加熱方式，因為過熱咧，肉就會變老，油分都會過分釋出。老鵝都仲係作為室溫狀態嘅冷盤比較好。老鵝掌、老鵝翼、嫩鵝肉、鵝頭、鵝頸、老鵝肉、鵝內臟。每一份咧都係油光可鑑噶，呢個嫩鵝肉咧睇落就好誘人啦。呢個刀工同擺盤先稱得上係分解噶嘛，比起永記嗰個實在有食肉太多啦，肉質咧冇想象中嘅乾硬，係非常軟噶。比起嗰啲一大片一大片嘅鵝肉，我更加中意呢個切細塊嘅老鵝肉啊，皮同肉都係酥爛嘅狀態，嘴入邊咧都係油脂帶嚟嘅滿足感。但比起老鵝肉，鵝頭鵝頸先至係我嘅至愛。呢一種豎切嘅鵝頸，我都係第一次見，有個別咧仲係完全唔需要掄骨嘅快樂添。鵝皮緊緻有彈性，鵝肉結實又唔失嫩度喎，係非常 perfect 嘅下酒菜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咁樣一份套餐，大家估下幾多錢？套餐之外咧，我仲點咗一份頂級餅乾。呢個質感，呢個柔軟度，仲未食就知道唔簡單啦！一啖咬落去，連牙齒形狀都清晰可見噶。呢個細膩嘅程度令我震驚，仿佛咧就係鵝肝慕斯般嘅觸感，輕柔曼妙，只需要舌頭往上落一頂，佢就幾乎已經融化晒啦！我強烈推薦啦！鵝肉同粉乾嘅滷水應該都係一樣噶。呢間店嘅滷水香料味唔算重噶，鹹度比較啱我。當然啦，我係一個比較食得鹹嘅人，適合我咧就代表偏鹹噶啦。老鵝食得差唔多啦，波波子都夠晒入味噶啦。試咗好幾個唔同比例嘅搭配，個人感覺2殼藤椒1殼微辣嘅湯底最啱我噶啦，辣度偏低，椒麻感勁啲，鹹度都適中啦。咁好送酒，梗係必須飲翻少少啦，即刻轉場到最容易偶遇到我嘅酒吧跌 can 啦，飲少少酒。食少少滷水，再搞翻少少刺身添，呢個夜圓滿啦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